所有嘅人咧基本上都上班㗎啦，該上班人都上班。咁但係咧北京路咧依然人山人海啊，閒人多過勞動人員啊！你一睇就知。咁當然啦，有好多都係過嚟旅遊啊，或者係公務啊，咁啊行下呢啲步行街，感受一下廣州呢個商業氛圍。嗱，呢度就行翻過嚟呢個惠福路啦，惠福東啊，就食肆步行街一個主要嘅小食店啦。呢條路成條路都係食嘅，可以講係絕大多數啦嚇。什麼包師傅啊、章魚小丸子啊，林林總總，有乜都想試就嚟呢度。老長沙大香腸，惠福東路嚇，呢度就係惠福東路，惠福東路。呢度啲人群都唔少，你睇睇，周圍都企滿晒，坐喺度嘅、行嘅、食嘅、玩嘅。惠新東街啦，惠新東街成條街已經入左邊咧，已經係全部拆咗啦，拆咗俾呢個大佛寺徵收咗。而家變晒啦，變晒嚇！惠新東街4號，惠新東街4號呢啲都嗱，呢邊就係大佛寺啦，大佛寺嗰個圍牆啊，呢邊就徵咗啦，徵咗嗰啲建築舊建築咧有啲可惜嘅，舊建築咧其實同呢邊啲建築係一樣嘅，同呢邊呢啲建築一樣嘅，呢個就係14號啊，惠新東街14號、16號、18號，呢啲樓天棚全部都通嘅，全部都通嘅，個天棚啊全部通晒，以前啲細小學生上喺上面打球啊、玩啊、捉伊人啊，乜都有噶啦。個天棚都好大嘅，成條街咁長。